咁嚟緊1月1號喺2012年咧，就會喺呢個中環遮打道，我哋會為大家呈上呢條長龍，為大家祈福許願。當日咧會有88條龍會破呢個健力士紀錄嘅，記住早啲嚟欣賞香港龍獅節。嗱，今次呢個龍獅節咧就真係非常之隆重啦！嗱，得到阿鄧康志道長咧就請出道家裏頭我哋嘅扶龍，亦都得到鄧國雄先生咧借出佢呢個皇帝寺嘅地方俾我哋喺度開光。我有機會咧同佢哋開光咧，我覺得非常之榮幸嘅。咁啊，呢條扶龍出咗嚟之後咧，同埋我哋全港嘅人咧都可以龍馬精神啊！密切注意，2012年1月1號中環遮打道香港龍獅節，香港龍獅節約定你，約定你啊！